哎呀，要出街啦，點算啊？着咩衫好咧？哎呀，唔知着咩衫喎，冇衫着啊！哎呀，我要出街買。仲有咁多衫，點解要買新衫啊？唔好俾 fast fashion 荼毒啊！fast fashion 係一種低成本但重視長時尚品牌嘅商業模式，佢專注於快速生產，令到啲人可以好平咁買到新嘅衫，但係咁樣就大大加重咗全球垃圾場嘅負擔。吓，咁我要點做啊？不如試下我哋個 app 3C 而行啦。我哋嘅主頁目前有3個 function，亦都設計咗3個按鈕。第一個就係相機，第二個就係交叉箭嘴，第三個就係地圖。咁首先第一個相機就係喺你撳咗個掣之後，就會自動跳轉去到分類結果嘅頁面，而用戶可以選擇你想上載嘅類別啦，然後用相機去影低嗰啲衫 ，AI 就可以自動幫你辨識並且儲存低。第二個交叉箭嘴其實就係一個 mix and match 嘅功能，係利用咗 AI 同埋一啲圖像嘅機械人，去為用戶提供好有創意嘅服裝搭配建議。用戶只係需要輸入佢想着嘅風格 ，AI 就可以根據用戶之前上載嘅衫嘅照片，生成出一套服裝。咁呢個功能就係有助於減少因為着到悶而想抌咗啲衫或者想買新衫嘅可能性。第三個就係地圖，佢可以幫手揾出用戶附近可以回收舊衫或者買賣二手衫嘅地方，例如舊衣回收箱。喺揾到合適嘅地點之後，就可以撳低嗰啲圖標，就會出現嗰個店鋪嘅詳細資料㗎啦。咁最後仲有一個就係喺主頁嘅3個按鈕上面有一句説話，就係 You have not worn。系統就會生成出你好耐冇着嘅衫，而呢個句子可以喺你每次打開應用程式嘅時候，提醒你嗰啲好耐冇着，甚至你已經忘記咗你擁有佢嘅衫。想記錄着咗幾多次嘅方式亦都好簡單，只需要喺出門口之前喺 App 入邊自拍一張，系統就可以自動偵測並且記錄低。而最終我哋想達到嘅就係有一個可持續嘅發展，負責任消費與生產。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呢一款應用程式，令到大家可以清楚咁了解自己擁有嘅衫，令每個人都可以對地球負責任，減少不必要嘅浪費，推動減少污染，延長產品同埋物料嘅使用限期，避免盲目購買，實現更理性同埋更環保嘅消費習慣，共同締造綠色嘅未來。最後，希望我哋呢個 app 可以幫到大家，多謝。